竹桃配茶菇菜，地头饮甘蔗。首先甲大家介绍，这是2024 3月23杨贵这顿吼，含这个赖河这个斗绕日，伫这个西门町的河岸留言办音乐会啦吼。阮中间有一个趣味的物件是杨贵唱赖河，佮赖河唱杨贵吼。所以阮中有一个坎站就是杨贵，阮这阵吼。唱即个赖河的世界名曲相思啦吼，前半段阮唱，唱到中吼无缝接轨，吼接甲拢无芳就对啦吼，接甲足水的吼，袂使有迄个什物中停落来，你无专业啊吼，所以阮中吼无芳吼甲接过来，接过即个赖河即组吼，所以阮甲即个音乐吼，互大家有机会欣赏。大家若要看即个实际即个画面的情形，会当去 YouTube 找啦吼，找咱节目吼，即个。猪头皮炒韭菜，安尼就应该找有啦吼。
是热河伫1930年代所写的情诗或者小诗，咱先来。等甲即个热河咧唱的时阵，因唱甲一个坎站的时阵，因就选即个杨贵的作品内底即个菊花开的时来唱。伊嘛是唱前半段，前半段唱甲中，像阮遮人开始来甲因接过来吼，无缝接轨吼，接甲拢无芳吼，接互水安就对吼。所以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吼。热河牵杨贵大车拼，热河唱杨贵的歌，杨贵唱热河的歌吼。所以咱今仔日吼特别来甲大家吼来欣赏一下吼。热河唱杨贵，佫接过杨贵，杨贵唱热河，佫接过热河吼。菊花开的时，阮当的想起你，想起你闪闪的身躯，我伫水牛边。菊花谢的时，阮当的怀念你，怀念你天真的年纪，亲像可爱的花蕊。你若讲牵着水牛，牵去山脚去食草，搁一边看册，看甲日头落山。当时转去自问市里，无用日厝后，搁会记放水，互恁老爸洗面，你实在有影有效。你是怎样煞来听学的？恁阿爸实在真捌世事。阮阿爸毋是遮尔毋捌世事的人啦。伊咧甲我叫我停学的时，伊嘛讲甲你好呢。阮阿母死啊，牛拢无人看。恁阿母过身啊，安尼实在真忝头，真忝头的。乌手乌手脚脚球，白零时脚球球，水牛水牛乌白手，换来斗仔底阮老友。恁阿爸呢？伊去做路啊。恁若即几工拢无去边仔迄边看？牛袂互人啊。牛佫袂人啊？阮的田组若袂出来，田组若无力，阮的田会去互人收转去。后来水牛袂了，阮看你目屎流。恁爸爸搁欠人50箍，煞借钱借来阮兜。阮老爸竟然甲伊买起来做生意，互阮真想要哭。这是啥物天意？阮真正想要甲出走。迄年你才12岁，就互阮心内非常敬佩。迄年啊，伊才12岁那定，所互阮心内非常的惋惜啊。
啊，上尾嘛，甲大家选即个，阮迄个巡伫现场有唱即个桃花过渡啦吼，两组做伙唱桃花过渡，啊，台顶台骹大家下啊落地下，大家斗闹热安尼就对了吼，真正斗闹热。这大家会晓的，下啊落地下会晓的，下啊落地下啊，你落海啊落地海吼，对无？是这了，下啊落地下，嘿。桃配茶古菜，一刀银难扎。